各位車友，各位中意食花生嘅老司機們，大家好，我係森覺覺，歡迎大家嚟到我個頻道。今日我哋唔講沉悶嘅保險，我哋嚟講一場正在發生而且極具娛樂性嘅財經大崩盤。有留意開兩地自駕遊嘅朋友，應該都記得以前喺香港或者澳門出入揸得一架掛住粵 Z 或者 FV 兩地牌嘅私家車，呢啲絕對係身份、地位同身家嘅終極象徵。當年一張中港牌、中澳牌在黑市嘅市場炒到幾錢？80萬、100萬，甚至高峰期超過100萬都大把人爭住搶啊！但而家呢，森覺覺話你知，呢個100萬嘅神話依家正在經歷歷史性嘅大崩盤。最近甚至有業內人士同我講，話說澳門某啲嘅兩地牌依家跌穿咗20萬都冇人要啊！睇到以前高高在上嘅特權車主資產縮水，普通車主心裏面係咪覺得有少少治癒呢？甚至想幸災樂禍？哈哈，唔使笑住先。今日森覺覺用一個清醒揭秘嘅角度，同你解構呢場100萬資產嘅泡沫破滅嘅底層邏輯。到底背後邊個賺到盡？邊個咁不幸咁做咗最悲慘嘅接盤俠？講呢個崩盤內幕之前，森覺覺同大家講下自己先。關注森覺覺嘅朋友都知道，近呢幾個月森覺覺經常往來珠海、香港同澳門呢3個地方做嘢。正因為森覺覺呢段日子日日咁喺香港、澳門、珠海3地咁跑，我係用雙眼、用自己嘅荷包親身去第一線體驗呢個大灣區交通生態嘅轉變，加上我從事嘅汽車銷售行業，我嘅生活體驗簡直係好值得同大家繼續分享啊！以前點解兩地牌會咁貴？因為佢係極度稀缺嘅資源，內地政府為咗控制口岸嘅流量，每年嘅配額有限。你想申請咩？你要喺內地投資個幾百萬，又或者每年要交個幾十萬嘅稅，又或者你要係政協，你先可以合資格攞一張確實嘅兩地牌。對於好多跨界別做生意嘅中產或者老闆嚟講，呢張牌唔單止係為咗方便，更加係佢哋為咗向客戶、向同行彰顯自己有實力、有背景嘅無形資產。既然大家都係愛面子又有剛需，呢張兩地牌就變成咗一種比黃金仲要穩陣嘅炒賣工具。當時大家都信呢一條鐵律，兩地牌只會升不會跌。但你知唔知道商業世界最殘酷嘅定律係咩啊？就係當一樣嘢佢唔再稀缺，佢個價值就會一瞬間歸零。擊潰呢個100萬神話嘅唔係經濟不景氣，而係官方直接使出嘅降維打擊，港車北上同澳車北上嘅全面開放。大家一齊嚟算呢筆賬啊！以前你為咗上去揸車消費經商，你要花100萬去黑市買張兩地牌，每年仲要花幾萬蚊去養住呢間內地嘅空殼公司做數審計。但依家呢，只要你係香港嘅合法車主，就可以申請港車北上，唔需要喺內地投資，又唔需要有背景，只要幾千蚊就辦妥手續，買好保險，直接就可以揸車經港珠澳大橋上去。咁代表咗咩啊？咁樣代表
官方直接將以前高高在上嘅特權變成每一個人都可以享受嘅平民消費。當普通車主花幾千蚊就可以高高興興自駕上珠海、深圳食太二酸菜魚，去深武過週末嘅時候，你覺得仲有冇人會傻到花80萬、100萬去買嗰張舊嘅兩地牌咩？結果就係需求直接歸零，牌價就出現雪崩式下跌。中港文錦渡、沙頭角、皇崗嘅牌價由過去百幾萬跌到幾十萬，跌幅高達7-8成。而澳門就更加誇張，以前有啲娛樂場嘅高層，又或者啲好高人工嘅經理，佢哋申請咗嘅中澳牌，而家咧就跌到10幾20萬都揾唔到人接。呢啲咧就唔係崩盤，呢啲咧就係直接俾時代淘汰咗啊！咁喺呢場過百萬嘅資產泡沫入邊，到底有邊個係賺到盡，有邊個係成為最後嘅接盤俠呢？第一批賺到盡嘅就係嗰幾廿年前用成本價幾萬蚊攞咗第一批兩地牌嘅老牌中港商人，以及黑市嘅炒牌中介。佢哋喺2018-19年港珠澳大橋啱啱開通，炒風最瘋狂嘅時候，一邊用高姿態咁放貨，一邊大賺百幾萬離場。佢哋早就賺夠啦，最緊要呢就代代平安。咁最慘嘅接盤俠會係邊個呢？就係嗰班喺2020年、2022年疫情左右，以為兩地牌仲能夠保值，甚至借錢封頂花費咗近100萬去買牌嘅中產或者中小企老闆。佢哋買牌原本係想彰顯身份，又或者方便兩地通勤，結果個牌到手都未到2年啦，港車北上，澳車北上就大開綠燈。佢哋眼白白咁睇住自己花咗近100萬去買翻嚟嘅資產，喺幾年內價值縮水咗7成、8成，甚至乎變到而家想買都冇人要嘅負資產。最諷刺嘅係，佢哋揸車喺路上，隔離嗰位花咗幾千蚊港車北上，揸住普通腳車嘅普通車主，享受住同一樣嘅高速公路同埋同一個深武嘅車位，呢種心理落差真係啊，講你都唔會明啊！好啦，今日同大家食完花生呢個100萬兩地牌嘅崩盤故事，心覺覺唔係想取笑呢班蝕錢嘅車主。在商言商，任何投資都有風險㗎啦，泡沫爆破只係時間問題。但呢個故事話俾我哋車主知呢，時代變緊，以前嘅特權神話正在被平民化取代。精明咁對數，睇清楚大局，先至係而家最聰明嘅消費態度。如果你都係中意揸車，亦都好關心喺香港、澳門同大灣區揸車嘅朋友，而你又好中意心覺覺呢種睇熱鬧剝花生嘅大實話，記得點讚、訂閱、分享俾你身邊想買兩地牌，又或者買咗兩地牌嘅朋友。下一期心覺覺會同大家講下喺澳門買新車同埋喺香港買新車有咩分別呢？可能你有所不知，喺澳門而家買新嘅電動車都仲係完全免稅，而可以揸個香港嘅 2ZN 同 2ZM 牌，究竟點解會咁難抽？而港澳兩地間究竟藏住啲咩嘢稅務嘅差別呢？我哋留意下一期心覺覺嘅澳門買電動車嘅稅務大特惠。我哋下期再見。